跳、心动、心跳，哇，心跳有啦，很紧张啦，很紧张，就是哇，第一次在森林。人生第一次的发片记者会，上次那张专辑是没有发片记者会吗？对。哇，那今天其实你自己会紧张吗？我其实走出来的时候，瞬间才发现哦，今天是其实应该要紧张，应该要很紧张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到在这个现场表演，看到这么多的摄影机这样子面对你，而且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吕士轩表演的时候是越唱越往后。你今天很不敢往前，因为平常他是一直在那边鼓动大家。所以呢，也希望两位今年呢在金曲奖可以一举得下最佳作词人的奖项。这样真的是我找他合作，就是这一次入围金曲。哦，是你直接找他合作？对，是我直接找因为他合作。这份爱压在心里。没有，就是他找我合作嘛，然后我就说那。帮我们先吃饭好不好？你约珊妮老师吃饭，然后我们就算了一个晚上的一个约会，然后我还骑摩托车载他。真的假的？对，真的。一路都在聊天呢，我们就是那天都很开心，对啊。那有没有心动的感觉？没有啦，心跳、心动、心跳，哇，心跳有啦，很紧张啦，很紧张，就是哇，第一次在森林，觉得很，对。会不会压力很大？我真的不记得，他也不记得，没有，应该不是，我没有。哇，你们讲话好可怕，没有了，都没有，你们这样弄我。正常讲，我会觉得在他的压力超大。对啊。我觉得因为我们是先吃完饭聊天，然后聊完，而且是我问他说啊，我骑摩托车你要不要坐？他说哦好啊，然后就上车，就这样。对，其实到现在已经比较没这么紧张了。等星期日过完，应该会比较没那么紧张了。星期日过完？对啊，星期日超犀利趴过完嘛。哦。因为我还没有唱这张专辑，有些歌还没唱，就要直接去小巨蛋。可是你是第二次站上小巨蛋？对，第二次。对，紧张，因为是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表演。前阵子有一些因缘际会，所以认识了，然后，对，就这样，然后就是觉得蛮聊得来的，很好的很聊得来的朋友吧。因缘际会就是聊一些可能，我觉得就真的聊音乐，就是聊天。你私信他 IG，然后他也私信你 IG 这样。那就有一个人约我们，介绍我们认识这样子，对啊，然后聊就觉得非常就是非常亲切的一个大哥哥。他自己跟我说，其实我还蛮开心。他自己跟我说，好久没有听到一整张都很好听的专辑，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，对啊。